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是否希望把你嘅產品或者服務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我哋今日就教大家點樣可以做到。我哋先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產生嘅海量變化。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時間 ，Google 搜尋有200多萬，域名增加70個，網站增加570個，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嘅郵件。Google 搜尋有200多萬 ，YouTube 搜尋有130萬。喺呢兩個加埋有300幾萬嘅搜尋。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兩個搜尋串聯埋一齊咧？喺 Google 呢度就可以完全可以做出嚟。我哋試呢個關鍵詞 Water Heaters 係熱轉移印花機裏面一個重點關鍵詞。喺呢個頁面帶嚟有200多萬個頁面關聯嘅連接。第一個係香港一家印花機公司 Google Press， 全球排位第一，係200幾萬嘅頁面裏邊全球排位第一。下面 Google 為佢冠名排位帶嚟嘅連接係唔係用錢可以買到翻嚟？係要用心去經營，用時間去累積先可以攞到呢啲咁權威重嘅排位。其中一個連接帶嚟1800關聯嘅連接，全部都係佢嘅。另外一個帶嚟8200，兩個加埋為呢間公司帶嚟1萬個外聯。呢1萬個外聯裏邊，全部都係從 YouTube 裏邊帶過去，全部都係視頻。呢啲視頻嘅連接係永遠唔會斷嘅，永遠保持喺處，因為佢呢啲外聯嗰個權威就引致到呢間公司喺 Google 全球排位第一。我哋再睇一睇喺 Google 裏邊嘅 video 頁面。喺呢個頁面裏邊，佢基本上佔咗8個，大家都可以睇到多咗啲競價廣告，亦可以說明就話今時今日大部分個朋友佢嗰個投放廣告嗰個取向已經係轉咗去視頻。喺咁嘅情況之下，呢間公司佢已經佔咗8個排位。我哋再翻去第二個頁面，一樣係保持有8個，唔止9個。再翻去另外一個頁面，一樣保持到8個。第4個頁面繼續保持，喺呢個排位優勢裏邊，佢作為一個外貿出口嘅公司，確確實實冇什麼壓力，全球排位第一。我哋再點擊去睇佢個官服，睇唔到。喺呢個頻道裏邊，我哋點牛角，基本上 YouTube 冇屏蔽所有嘅信息，所有嘅聯繫網址全部都冇屏蔽，即係話如果海外朋友對呢個設備有興趣，要取得呢個聯繫，基本上係冇障礙嘅。所以我哋同大家講 YouTube 呢個平台係比較公平開放。如果我哋要利用呢個平台，確實會為我哋嘅業務帶嚟好大嘅改變。但係 YouTube 佢本身係冇義務為你帶嚟流量，除非你個視頻嗰個觀賞價值好高。而作為一個工業產品，佢點樣可以做到咁嘅排位？確確實實佢真係用心經營，佢透過 EDM、透過 social media level 去分享佢呢個視頻，讓大部分個朋友了解到佢呢個生產設備，從而提升個流量。喺嚟緊嘅5月20號，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個研討會，下晝3點至5點。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興趣，花少少時間，下載個表格嚟聽一聽我哋個分享一下海外 video marketing 嘅成功個案，讓你了解今天我哋要作出一個改變，去面對全球業務嘅改變。另外，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 Product Channel， 佢係一個免費公開同時可以面向中國市場嘅平台。
我哋保證承諾喺你哋嘅視頻廣告播出之前，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干擾。同時，大部分嘅朋友佢用手機版上網都可以直接觀賞到呢個視頻，你嘅視頻係無需要下載任何 Apps。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興趣，大家不妨向我哋諮詢一下，了解一下，參加我哋嘅研討會。多謝大家，拜拜。